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新闻。媒体报道说近日华利安和中金公司替换毕马威，再次成为碧桂园的财务顾问。知情人士向媒体表示说毕马威推进不如预期，公司认为华利安在重组方面拥有更丰富的经验。爱企查 APP 显示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数十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19.25亿元，也将近20亿此外，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和中本案件信息。就是碧桂园跟时间赛跑，他已经换了这个财务顾问，也进行债务重组加快境外债的重组进程，强制执行20亿。但是碧桂园2月份的整个的销售才23亿，碧桂园慢慢的耗干了最后一滴血不光碧桂园就连这个优等生龙湖现在也出问题了。这个标普将龙湖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从 BB 加下调至 BB， 就是 2B 加下调至 2B。 同时标普将该公司的高级无抵押票据的长期发行人评级从 BB 下调至 BB 负。标普预计龙湖集团已确认的房地产开发业务毛利率同期将压制在 5%到 6% 的水平，而2023年毛利率为 11%， 2022年则为 18%。 预测龙湖集团房地产开发业务收入将在2024年下降 14%， 2025年下降 19%。 他说虽然标普认为凭借着不断增长的租金和服务收入，该公司将在2025年至2026年期间每年减少约100亿元的调整后的债务，但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疲软将部分抵消这一积极影响。2025年1月，龙湖集团的合同销售额同比下降 36%， 也就是说这个优等生龙湖也已经扛不住了大家都知道吧，这些这3大评级机构一旦给这个房地产公司评级下调，后面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无论是恒大、融创、碧桂园还是万科，对吧，他们在暴雷之前都被标普还有穆迪纷纷下调评级。这个龙湖一直表现不错，但是在房地产低迷的这个大环境之下难以独善其身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房地产再低迷个2年没有企业能够幸免，不要说龙湖这样的民企，就连央企保利恐怕也难逃厄运我们看这融创这个融创中国1到2月累计合同销售金额84亿元。2025年2月，融创中国实现合同销售金额人民币18亿元，合同销售面积15.22万平方米。这个2月融创一共只卖了18亿，比碧桂园还惨。所以从这些房企的表现来看，也很难说这个楼市止跌回稳了。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这个2月超40成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百城二手房价连续7个月环比跌幅收窄。中指研究院近日发布数据显示说2月份全国100个城市所谓的百城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6711元每平米，环比上涨 0.11%， 同比上涨 2.73%。 百城二手住宅平均价格为14071元每平米，环比下跌 0.42%， 跌幅较上月收窄 0.09个百分点，已连续7个月收窄。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春节过后，以深圳、北京、上海、成都等为代表的核心热点城市迅速摆脱假期影响，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交易快速复苏。说止跌回稳仍是今年房地产政策的核心目标。3月份房地产市场有望延续回稳态势，新房环比、同比都是上涨。你看房地产价格在涨了，但是二手房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都在下跌，虽然跌幅有所收窄，但还是在下跌新房价格为什么涨？恐怕跟那个得房率有比较大的关系。关于这个楼市回稳甚至房价在上涨，甚至有点火爆。我们看看这个21世纪经济报道，他是怎么报道的？他说有小区1个月带看超9000次，还有楼盘业主不看房直接买。
多火爆啊！说楼市小阳春将至，全国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暖流涌动。据科尔瑞数据啊，今年2月 TOP10、TOP100 房企单月销售金额分别同比上涨 16.5%、8.2%。今年前2月累计销售额同比分别上涨 0.9%、3.1%。单月百强销售同比回正，止跌回稳趋势延续。就是这个数字啊，还挺好看，但是你阻挡不了那些房企纷纷躺进 ICU 病房。说如此同时，一线城市捷报频传。今年2月，北京二手房晚签11876套，与去年同期5525套相比，上涨 115%。同期，北京新房晚签229595套，同比上涨 59%。深圳同样火热，一二手住宅晚签总量6161套，同比增长 119%， 其中一手网签2484套，同比增长 141%， 二手网签3677套，同比增长 106%。 说不仅是在一二手房的成交端，土地市场也同样亮点不断。科尔瑞分析称2025年2月受季节性因素和降库存目标影响，土地成交面积同比环比持续回落，但北京、上海、杭州多宗高总价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土地成交金额同比上涨。截至2月25日，平均溢价率创下新高，达 13.4%， 自2021年7月以来首次突破 10%。 他重点下面说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说有一个小区一个月带看9000多次。除了一线城市以外，重点的二线城市回暖的势头也非常明显。贝壳找房数据显示今年2月杭州二手房晚签量为5977套，同比上涨 135%。 根据这个都市快报报道说多位房地产人士透露，杭州二手房的带看咨询量持续上升，挂牌量达到近9个月的最高值。据杭州贝壳研究院数据，这个叫新赞宋景府以21套的成交量位居上个月杭州二手房晚签量第2名。有中介称这个小区近2个月已经成交40来套房子，有业主连房子都不看，直接买了。这小区一共有多少套房2个月成交40套，那说明这个小区不都是炒房的吗？我们看这个杭州它是怎么炒房说另有中介表示，在杭州申花板块核心位置，什么蜜香园最近1个月带看量9000多次。该区域楼盘的买家来自温州、台州、金华、义乌乃至外省的都有。在看房现场，10多位开着浙 A、浙 C 车辆前来购房者中，约一半人认为现在不下手，接下来买同样的地段品质的二手房可能要多花几十万元甚至100万元。你看看都是来炒房的，什么义乌的、台州的、金华的，跑到杭州来买房。这里有个疑问就是这个小区一共有多少套房1个月带看就是9000多次那就说明大家看完之后都不买呗。否则的话，你说你一共二手房能挂出多少套出来？你这个整个小区全当二手房在卖，那也不就是看9000次吧？那这只能说明大家来看了之后觉得房价太高，摇摇头走了，又换一波人来看，对吧？你说你一个小区二手房能有多少套？就挂牌的二手房1个月就9000次带看，我觉得吹过头了，露出马脚。这些数字可信吗？这些媒体是吧？见风就是雨以北京为例我们看看这个央视主持人白岩松那是怎么说的。这个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这里面有白岩松这个采访，说如何解决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白岩松说他说这2年我们不断促消费，提升消费，它反映的现实是我们现在消费意愿还比较冷，不是那么强。白岩松介绍他说在北京街区的一些比较熟悉的人均100元左右的餐馆，这2年已经被人均30-40元的餐馆所替代。就连北京消费降级都这么厉害，一些老的餐馆人均100元左右现在都关门了，剩下的都是人均30-40的。这是北京我在节目中说过这北京也还有很多10块钱管饱的快餐，大街上都有。今天上午咱们做了个节目，那个巴奴火锅人均130，对吧？大家的高呼它太贵，老板说你月薪5000就不要吃火锅了，吃点麻辣烫算了。这个白岩松说这种情况可能不仅发生在北京，它也是消费意愿不强或者大家兜里缺钱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这种情况下说房价还在涨，这到底谁在买呢？对吧？我个人切身的体会
啊，我在北京的房子虽然是在通州，但是位置是非常好的，租金啊直接砍掉1/3，直接降1/3啊，对吧？这是切身体会，你不降1/3你就租不出去，对吧？经济已经这样了，还在吹啊，所以韭菜啊还是要小心啊，不要上当。我们再看一个视频，打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究竟是什么？男子寒窗苦读16载，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却选择回老家当起了社区网格员。下班后又要马不停蹄地去兼职做洗碗工。当被问起为什么会选择做这种累人的工作时，他却说饭店给的待遇是别的地方没有的。你打包生态挺实惠的，你知道吗？鼓励对对对，是的，附加属性特别好。男子名叫谢香波，今年28岁。4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像所有人一样，满腔热血地打算干一番事业。然而没成想，半年后的一天，他的父亲不幸被医院查出患上了食道癌。更加悲催的是，母亲也在不久之后被诊断为尿毒症，二老同时住进了医院，家庭的重担全都落到了谢香波的肩上。那段时间他几乎连轴转，白天要上班，晚上照顾完母亲再去照顾父亲，好不容易把二老伺候出院了，父亲却时刻都要靠药物维持生命。身患尿毒症的母亲每周还要做3次透析，至此谢香波举步维艰，只能围绕在父母身边找个工作。一个家庭2个重症患者，即便是省吃俭用，日常的开销也是巨大的，所以谢香波必须同时兼顾2份工作，才能勉强补齐这些漏洞。白天的时候他在当地社区做网格员，晚上就去农家乐餐馆兼职洗碗工。你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多少？工资的话2500，扣完保险2500。你现在28.9的话，这个月薪的话不够。对，我是一个离不了家的男人，随时都有可能打电话给你上医院，就是一天24小时，每分每秒都有可能打电话给你了。这个重点大学毕业、胸怀远大抱负的年轻人，就这样被生活的枷锁牢牢捆绑在了原地。日常中的琐事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谢香波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二老的情况需要他全天候24小时待命。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中。以他对自己儿子的了解，或许只有等到他们老2口被挂在墙上的时候，香波才有可能脱离农村返回城市发展。在一次次高强度挑战身体跟心理的极限后，谢香波最终患上了肥胖症。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体重增加了50多斤。对外界的说法是饭店的伙食好，所以会胖，但真正的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从事饭馆洗碗工作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客人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可以随便打包回家，这样一来不仅可以省去一部分饭钱，而且父母日常所需的营养都会得到补充。你单纯是觉得到那边可以打包点菜回来，然后再顺便挣点工资。对，是的。你脑洞还挺大的。因为你很简单道理，因为我爸妈他们必须得吃好的东西，天天吃白菜肯定不行。但是你不觉得这样很赤裸吗？不觉得，就在我像我这样的人，我觉得啥都不在乎，只要能，对吧？尽量让父母好一点就最好了，其他无所谓。在此之前，他从事过10多份工作，结果全都因为种种原因主动离职，而选择做社区网格员工作。虽然工资少，但却有5险1金和大把的空闲时间，他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去照顾父母。考虑到母亲要定期去医院做透析，后来谢香波还在当地县城租了套廉价房。工作没了可以再找，父母没了就真的没了，所以对他而言，伺候父母就成了主要工作。看着儿子为了给自己治病变成这副模样，父母几乎每天都活在愧疚之中。为了替孩子省钱，炎炎夏日老2口连空调都舍不得开。或许对他们这种家庭而言，省钱就意味着赚钱了吧。因为在他们这种就是没有收入的人眼里，多花钱就感觉有犯罪感，因为他们没有收入啊，省钱对他们来说就是赚钱。其实在大学时期，谢香波还谈过一个女朋友，当时2人都打算结婚了，结果发生这些事情后，他就主动跟女友提出了分手。女友得知原因后想跟他共患难，但他又怎么忍心把自己心爱的人往火坑里推呢？我不想把我家这个痛苦让更多的一个人或者更多的几个人去承担，我一个人承担就行了。虽然目前谢香波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但父母还是每天都要靠药物对抗病魔，即便他没日没夜的打2份工，也只能勉强维持起基本生活。但凡再遇到丝毫变故，一根稻草就可以压死整头骆驼。马上到了而立之年，同龄人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他却深陷在生活的泥沼中艰难求生。香波说自己曾无数次的想过离开，但看到被病魔折磨的死去活来的父母，从小到大用全部的爱把自己养大成人，他就觉得无论往后怎么样，生而为人就理应给他们养老送终，并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而是自己此生所肩负的使命。就像父母无论怎么样
他毕竟他是父母，他有钱也好，他没钱也好，他生病也好，他不生病也好，就是他既然把你生下来，把你养大了，就你的责任跟义务。这个就叫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呐。你看这个28岁的年轻人，大学毕业，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但是这里面我要说个题外话啊，就这小伙子的父母啊，是不是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那这个重担就全到了这个小伙子身上，对吧？这也告诫咱们，你必要的这个保障得有啊，对吧？如果你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老了那就成了子女的负担，你的子女连结婚都结不了，拖后腿啊。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能光图自己快活，对吧？不愿意上保险，对吧？从另外一个也说明这日子难过啊。我们再看啊，同样是浙江，对吧？同样是这个经济强势啊，宁波又开始出台救市措施了。这个宁波日报报道啊，宁波住房购新送消费券。宁波市住建局发布公告，从3月1日起启动总额最高1.6亿元的2025年宁波市住房购新配送消费券的活动。配送券的发放标准根据购房合同总价分为6万和10万两档，其中一张5万元面额的大通用券可用于宁波全市范围内的汽车、家电以及商超消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你要买个200万以下的房子，给你送消费券是6万元；200万以上的房子，消费券是10万。然后你拿这个消费券，你可以买汽车，买什么家电，什么都可以。我怎么说的？只要啊出台救市措施，也说明那地方房子它没稳住啊，稳住了，政府还愿意出钱搞什么促销吗？要说这个力度也不小啊，你要买个200万的房子，给你送6万。2025年啊，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卖房子，恐怕只能啊开始送消费券，因为没有牌可打了，工具箱里的工具没有了，这个送券的力度一定会越来越大，否则你卖不动，对吧？你靠降点利息，韭菜是不买的，对吧？你靠这个什么下调这个首付款比例，对吧？你靠降点契税还是买不起。所以今年救楼市啊得动真格的，就是让利，狠狠的让利，否则的话韭菜的买不起。一面是对吧房价在上涨，楼市止跌回稳，一边是物业费在降价。这个界面新闻报道啊，说多城市物业费降价，武汉、重庆等地小区降幅超 50%， 多城市有小区物业费降幅超 50%， 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深度变革正引发连锁反应。近段时间多地物业费降价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在政府推动空置房物业费下调的背景下，武汉、重庆等地部分小区物业费降价幅度甚至超过 50%。 关于这个物业费啊大跳水意味着什么？这个三联生活周刊他刊登了一篇文章，看他怎么说的啊，说最近全国多地出现了物业费打折的现象，部分小区的物业费降价甚至高达1半。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地方政府发文要求对空置房的物业费予以减免。多年以来，全国业主们对于物业费的高收费颇有不满。不过随着现在房地产市场剧烈变局，冲击波来到了物业费领域。这一轮全国物业费降价潮是业主、物业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多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说业主啊自然是物业费降价的最主要推动者。从那些大幅降价的小区来看，通常都是业主们联合起来向物业提出要求，物业公司迫于压力，在和业主谈判之后，最终商定一个都能接受的方案。从最终降价幅度来看，大部分都是 10% 起步，最高甚至超过了 50%。 比如武汉、重庆等地有多个小区的物业费降价超过了 50%。 除了业主要求降价，很多地方政府也在积极要求下调物业费。去年以来，已经有10多个地方政府，比如长沙、兰州、镇江等地，要求对空置房物业费进行减免。地方政府对这个物业费出手啊，主要是为了卖房子，鼓励人们多买房子，然后空在那儿没人住嘛，空置啊，实际上就是降低持有成本。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物业高收费低服务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难题。比如降低物业费，业主们以前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但大都无功而返。换物业多难啊，人家凭什么让呢？物业你换不掉，那人家就不在乎。所以你既然换不了物业，你让物业说你给我便宜点，人家就可以不便宜，对吧？人家为你服务，人家多收点钱，你没招啊，这你换不掉他。这物业没给你搞个大头把你管一管就不错了。这个文章说啊，为什么现在业主们提出降低物业费，物业公司就愿意接受了呢？这也简单啊，因为业主确实没钱了，就这么简单。他这文章说啊，主要原因还在于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物业公司的强势地位不复存在，话语权下降，而业主的议价能力大大增强，所以才能
掀起这一轮全国物业费降价的浪潮。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物业公司之间有了竞争力，互相竞争。也你这个小区，你这物业干得不好，别的物业来了，就轮流这个服务。这说从物业公司的角度来看，在房地产高速发展的黄金年代，我国物业公司的数量也是高速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截止到2023年底，我国物业管理企业37.5万个，比2018年末增长了60%。物业公司数量高速增长，但是我国房地产的开工面积却在快速萎缩。从2020年以来，我国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已连续下降了5年，尤其是最近3年更是堪称断崖式下跌。2022年至2024年，我国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分别下降39%、20%和23%。很多物业公司都是房地产开发商的子公司，旗下物业都是靠母公司开发商输送的项目。在过去房地产高速发展的年代，大型开发商到处新建楼盘，旗下的物业公司完全不愁没有项目，所以这也使得很多物业公司处于强势地位，业主和物业公司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你说这叫什么话？这房子是我的，居然业主没权利选这个物业，物业还换不了，你说这叫什么世道？但是现在啊，随着开发商们的新楼盘越来越少，物业服务行业开始进入了存量时代。对于物业公司而言呢，越来越多的同行开始抢夺市场上现有的存量房，就是别的物业啊来跟你抢你这物业。物业之间干，说由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物业公司开始担心业主会找一家更便宜的物业公司来替换他们。说很多年前啊，小区业主如果对物业公司不满意，想要更换新的物业公司是一家很困难的事情。即使找到了新的物业公司，也经常发生新旧物业公司对立的现象，新的物业公司甚至难以进驻小区。说随着我国在2020年正式推出民法典，业主更换物业公司变得越来越有法可依，对于业主选聘和解聘物业公司，甚至物业服务交接都有了详细规定，而且上升到了法律保护的层面。随着市场供求关系逆转，加上法律对业主保护越来越完善，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地位开始发生重大转折，物业费下降也就有了很大的谈判空间。总之啊，能换物业就是个好事啊。对物业来说啊，这不是铁打的江山，你干得不好就把你换掉，只让你真正的体现出服务2个字。只有这样物业他才会好好干，他才会提供那个性价比高的服务。否则的话啊，那物业公司他一定是打着服务的旗号鱼肉业主啊，完了还得让业主感恩感谢感激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啊，物业费下降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对吧？还是经济形势不好，还是韭菜赚钱难，还是房地产低迷？最终说明啊，这个房地产止跌回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我记得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对吧？寒意啊会吹遍每一个角落。你看，连物业公司都已经感受到寒意。这物业费一降，那物业公司收入就直线下降，那他们的收入、他们的待遇、他们的工资都受影响。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